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讲哦，这个中华针对武汉肺炎有做精准的这个体检，但是咱看这阵先闹甲乱纷纷哈。这个隔离14天的这个期间，中华县卫生局叫徛家隔离者吼，来个病院去做采检吼，无符合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这个定数。但是中部长讲要发这个启动这个正方的这个调查啦吼。但是咱来看到讲，那是查地方，嘛要查中央这个卫福部监督是毋是有失职啦吼。那么看到讲。中华县卫生局这个叶局长吼，感觉哦足委屈啦吼。伊讲，若是要互加过一摆吼，若是一摆搁共款吼，继续要来做精准的这体检。不过咱看到讲，这个化正方调查，国民党开始护航啦吼，讲即阵的这个咱讲叶局长吼是代办的这个李文亮吼，但是咧，咱看到迄当阵这个记者会内底。无一个是这个公共卫生这个背景啦吼，所以甲健康议题变做是政治的议题，都真互人犹豫啊吼。但是中即阵讲这个正方初步的调查是这批批有4个察，但是无整体这个违法脱诉的这个情况啦吼。另外，咱慢慢讲到讲，即阵台大卫生学院甲这个中华县卫生局来合作做啥咧？讲这个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测报告啦吼，本地伫咧明仔8月25就要报告要出来吼，5000人这检验报告结果是啥？延签来这个公布啦吼，是安怎咧？伊讲吼行政作业维护啦吼，但是真济这个传闻拢走出来吼。临时法庭中央讲吼是经过中华卫生局长叶局长通知才知影啦吼。但是咱们看讲，咱头头讲到政治议题啦吼，即阵已经毋是健康议题啊吼。国民党讲吼，这个普胎。真正是变做是互相攻防的一大重点啦。伊安怎讲呢？伊讲哇，这回这个体检这问题有拍到民进党啦吼，呼吁党国籍继续来去拍。本地佮要团练14个这个南洋这个县市吼，拢爱去做这个入境的这个体检，但是受到咱讲真济然后南洋家己的首长拢来拍枪，咱看到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市长侯友宜讲啥呢？伊讲要甲中央徛做伙来抗议啦吼，所以这地风风雨雨安怎来去解决？咱透过节目做伙来去讨论。这部先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要邀请到自越南回来到台湾的大将柯维君，谢谢大家好。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前卫生署长涂成铁，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中西医医师洪明佑，大家好。是啦，咱讲到这回这个体检的这个问题啦吼，咱看到这个血清报告是来法庭啦吼，但是咱今日有邀请到第一位咱的来宾吼，大将伫越南回来。话咱讲到6月17自这个越南回来了后，6月20就接到电话，爱去做一寡吼体检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定时有4个插无，咱先来请教咱的柯大兄啦吼。其实迄当阵接到这个咱讲卫生局电话，哇，讲到可能是 CDC 这个顶面的这个意思啦吼，叫你去体检，本地好意吧？对，本来是好意啦吼，因为咱嘛知讲，咱对这个。我6月17对越南回来到台湾，伫机场，咱看到迄个CDC 检验人员，甲我详细介绍，甚至讲，请我伫手机的观点，都爱登录这个 APP， 拜托我逐工呢，都爱经过这个 APP， 甲汇报讲我今仔体温安怎，我到厝了后，村干事啦，卫生所，包括这个派出所，都逐工拢有些时间来打电话甲关怀我，所以。我伫这个第19这天接到中华卫生局，甲我问讲是毋是有做这个采检？问我讲是毋是要去做？有这意愿去做无？当然，咱听开是讲，都头前全部是按照中央的安排嘛。是。所以对我来讲，我想讲，就中央安排，所以我当场嘛过来第二讲，这个采检的方面。第二天、第三天搞采检，已经证明讲我是越南有对无，有违对无，所以我当下就讲，这我同意。是但是伊尾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问，伊有甲我问讲，我是这个交通工具是骑车呢，还是家己要塞车去？是我是讲这个我家己有车，但是我问讲，照你讲我是袂用出门的嘛？伊是讲不要紧，这因会安排。所以伊甲我讲，你我家塞车去就好。是。又甲我讲，你这个过程吼，唔通去加油，唔通去这个唔通乱说拍照就去出门打电话给伊。是。回来了打电话给伊。所以我当
当下我就决定讲 OK 好，你就甲我安排好啊，安尼我就照你顺序来出门。是6月20的时阵哎去进行着体检部分啊，但是你就伫咧隔离的这个期间吼，到底这个有违反中央无？咱佫继续来请教署长啦吼。这有违反着这个中央这个定数无？虽然讲这个叶局长讲吼，伊是加做一挂，加做一挂啦吼。资本这个好意是好的。这当然我袂使讲这个叶局长吼是歹意较做这个代志，伊可能我是想讲安尼是好的吼。啊，当然伊若要讲这是叫做讲精准吼，的防疫，这个讲精准这句话是唔好的啦，因为这是不精准。OK， 无精准啊，无精准嘿，啊，精准的就是讲应该按照这个咱的卫福部吼，啊，即摆个成立指挥中心啊，吼，啊，卫福部部长咧做这个召集人，啥咱吼这项代志要成立指挥中心，这叫煞水准小工，因为你常常发生一个，阮叫新兴传染病，新兴传染病就是讲以前拢毋捌，即摆新来的。OK， 那因为新来，你袂使用传染病防治法去处理啊，一个新来，毋知要安怎处理，袂使用迄，所以爱成立一个。疫情指挥中心是，既然成立疫情指挥中心，这个就没有传染病防治法的问题，只有按照疫情指挥中心大家的新规定。所以 CDC 讲的才准啊吼。对，伊讲什么就是大家爱安尼做，中央地方所有民众拢照这做，因为这是新兴传染病，袂使讲啊，我个按照传染病法，我要做啥代志，你找无啊？因为防治法遐方法是对已经有的病，唔是新来一个病，你个使去用的，你唔捌啊，所以因为唔捌。所以大家拢爱听中央的，啊，这中央嘛唔是讲伊家己学袂做，伊爱成立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这专家小组，大家拢底下用民主交，这个吼，我们讲叫民主，就是讲要投票的啦，是，吼，啊，用科学的证据，啊，大家来决定。有影 CDC 才做侪这个专家小组吼，去组成这个部分吼。其实咱搁请教柯大兄啦，你嘛今仔有准备着3张图啦吼。第一张图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6月17自迄个时间转来，6月20去做一寡体检吼。第一张图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讲吼，这个体检的日期是6月20啦吼。啊，伊当时嘛真趣味。迄当阵吼，你要去病院的时阵，吼，你是家己去，但是恁太太伫后壁遐吼，你行过的所在都先消毒啦吼，嘛是做甲真利啦吼，但是去到病院咧。我到这个，因为我是拜六去啦吼，所以伊这个急诊外口的停车场佫有位啦，我出一个空位，家己遐落来吼。啊，当然嘛有一寡人伫遐，但是我拢闪过因。啊，我来到这个急诊室的门口，迄个收医啊，也是搁一喙暗，要甲量体温嘛，伊就叫停数要甲我验。OK。啊，我先停起来讲，歹势吼，我是这个要来做采检的。你还过来徛隔隔徛隔隔要开检的。是。啊，伊真惊着，伊嘛是倒退路啦。倒退路就救着。OK。啊，伊就甲我讲，啊，无你去边啊吼，差不多3、4公尺遐有医啊，你小坐一下。啊，叫我等下小坐一下。啊，这个过程，伊要通知护理师，还是要替我做挂号这过程，其实有几个家属。伊要经过这个急诊去楼顶看嘛，啊，我伫遐我嘛是惊，讲啊，这伊若无甲讲，伊若佫行对我遮来，啊，是毋是有这传染问题 ？OK， 啊，但是甲讲，佫甲惊，会甲惊着，啊，所以我嘛尽量讲，我就小可刷一个人佫我边仔的啦。是，啊，回想转来讲啦吼，颠倒是迄个保全，迄个上危险。一般医生、护理师拢知讲拄到这问题安怎处理。啊是讲卫生局来我通知，伊会知讲有这人要来，但是这保全听起是完全唔知有这种，我咧伫厝里头激烈的人要来检查，啊到底是有问题无？伊都唔知这种情形，颠倒是伊上危险啦。OK， 这个保全上危险吼。其实咱要过来请教洪医师啦吼，其实咱透过这个案件，彰化县卫生局敲电话吼。吼，这个柯大兄吼，真侪人收到这款的这个电话，啊嘛准爱去啊。但是咧，问题就出现啦。14天的这个徛家隔离，其实吼有真侪种讲法吼。到底你会当去病院无？还是讲吼会当去病院，但是你会使家己开车去无啦吼？啊，其实这个咱讲吼，彰化县这个精准体检，其实风险真侪啦吼。但是咱嘛要搁讨论到，这14天的这个徛家隔离到底有效无？啊，若是有效的这个病毒的时阵，是啥物时阵上强？啊，因安尼出去有风险无？第一点我先爱讲吼，就是讲我是较反对讲要做入境普筛啦。OK。入境普筛这部分我是较反对，因为你检验量能甲你的战备物资是爱保留啦。吼。啊，所以入境普筛另外一个就是讲入境普筛敢有意义？
因为阮即摆的做法就是讲，你有症状就会当裁剪。OK 阮嘛无限制嘛吼，给医师裁量权嘛吼。啊，所以你若是无症状的时阵，伊若是真正是患者 OK 但是伊伫潜伏期，吼，我有一张潜伏期这个表。差不多几工。潜伏期吼，你若是要抓吼，差不多是5、6天会当抓出大部分的人啦。5至6工吼，大部5至6分的人工啦吼，拢大部分通5、6天啦吼。但是你若要抓完全吼，95的信赖区间其实是11.8天啦吼， OK 加95加11.8天啦。啊，所以其实阮的14天是已经包含把11.8天给包掉的啊。 OK 所以你若是真正有检验的人吼，你要出现症状，其实大部分的人拢伫这14天会出现啦。就是讲徛在隔离期间，伊的镜头都在内底，但是伊病毒量会豆豆下降吼。过来就阮之前有讲过吼，你若是要有传染力吼，其实病毒的传染力差不多伫迄个发病迄几工，发病迄头前3工，甲发病的前1天，吼是较有传染力。吼，你伫潜伏期进前传染力可能较无啦。吼，啊，所以你若无症状，其实你要造成的传染性吼，其实也比较没有啦。所以咱看，像柯大兄安尼，伊就是无镜头啊，中华关卫生局谁会当叫伊去？所以你若是伫没有症状，你要做一个裁剪吼，其实迄阵病毒嘛无一定验得出来。OK 无一定验得出来，所以你这个探讨吼，就是讲变做是小可浪费医疗的物资啊。吼啊，但是对于风险来讲，阮医师来看，就是讲，因为他没有症状，相对伊的传染性嘛无遐悬。OK 吼，这个部分所以应该是还可以接受。所以，但是你头讲到，有资源上的浪费啦，拍算去啦吼。但是讲伊这个风险的这个问题可能较少。是，但是是安怎就来即阵呢？其实爱安尼讲啦吼，我有去侧面了解啦吼。其实这个体检第3天吼，无症状第3天就先裁剪彰化县中华关安尼做吼。其实那像3月4月迄阵就开始做啦吼。我会甲大家讲吼，这是分开的代志吼。有影。台大公卫伊的万人血清筛检，迄是6月份的代志。吼啊，中华关做无症状裁剪，这是2月、3月、4月的代志。当然有持续到今嘛，但是迄是迄阵就开始的代志，所以迄是2个无共的代志，卖做伙讲啦吼。嘛，甲迄个万人筛检甲普筛，这种卖人做伙吼。迄阵的时空背景，我甲大家提醒一下啦。其实迄阵我嘛有来上公视啦吼。就这医师是拢建言，2月、3月迄阵，大家是足惊吓，想讲大家拢会一直给各种建议啦。想讲是毋是政府会当加做寡，还是讲高风险族群会当来做一个测试测验者，看伊个普行性是偌济，是毋是真正无症状传染？吼，伫你个族群内底，所以伫迄个大家足惊吓，然后足济病毒学报告还未出来的时阵，其实若是讲有医师学者想要来做一寡探讨研究，我是感觉这是合理的啦，因为就算是阮医师族群迄阵，大家嘛是做侪建议啦，所以我会当我是讲。把大家带回2、3月，大家想一下那时候时空背景，有医师学者想要讲加做一寡 ，OK， 哦，迄个心态，迄个出发点，我会当认同，好当然，迄个行政瑕疵，我想讲是，今日陈时中部长有出来讲话嘛，吼，他有出来讲话啊，吼，就是讲。这绝对是有瑕疵啦吼，但是还不到违法，无到违法的程度啦。伊其实陈时中部长进前伫接受访问的时候有讲啦，伊就是讲，其实你就报备啦。OK， 你要做一件好，你要做一件好的代志啊，但是你中间有一些瑕疵，安尼我是感觉比较可惜。有影啦吼，所以咱等下讨论就讲吼，这个统计上啦吼，咱看中华台检1000外例啦吼，这个统计上，若是拢无镜头，到尾啊，这个统计安尼甲。加入去，可能喺统计这个数量都有这个精准的问题啊，有够精准无啦吼。其实咱要讲请教柯大兄，头拄咱嘛讲到中华这个精准体检，你有去做体检吼，其实嘛是要家己付钱吼，本地讲完全是免费啦吼。但是尾啊，咱佫看到讲尾啊，继续来去做是这个中华万人这个血清抗体这个体检报告啦吼。其实毋那恁处理几个人拢收到这款报告的通知咧 ？OK。这个血清检查吼，是以后标我7个队收到这个这个卫生所寄来这个文啦哈，公文啦哈。但是咱阮这做生意人就知讲，这份无叫公文，但是卫生所卡来讲，你有收到公文无 ？OK。所以一般人呢，
较会惊啦，讲这政府机关寄公文给我，我就爱照行嘛，佮问我讲我有收到无嘛，吼，所以伊有解释讲馆长有写啦，吼，就中华中华卫生局吼，甲台北伊合作好的吼，合作的，所以当下我嘛是咧想讲，我想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就讲但是张部长捌讲过吼，讲将台湾这疫苗的问题，就是讲采检数无够，取样数无够，所以呢，咱要申请讲世界要甲人认定，可能较困难，所以我会想到讲，若有这检查是中央办的。咱就爱去啊！你想要去甲这个样本吼，对，加较济啦吼，样本较多咧。咱再讲，咱这疫苗要开发较紧嘛。OK。所以我嘛了解讲，武汉病毒要无去，就是要有疫苗出现才会使嘛。所以我想一场了后，虽然我知我咧怀疑这毋是公文，但是我嘛同意参加啦。是处理几个人？我处理有总共5个人。就是讲我本身啦，阮大汉后生甲查某囝6个30对美国转来，阮小妹甲阮查孙仔是对德国转来，所以阮厝有5个人。所以5个人拢收到吗？我有收到，其他4个全部是收到电话。收到电话，公文无啦。公文无，伊就是讲电话先问你的意愿有啊无啦。对。但是你当阵是想讲，哇，这个样本数，这个疫苗的开发，你想要尽一份心力哈，所以去做。OK， 所以这个精准，这个台检。甲这个万人过程，其实吼是咱遮讲爱讲好清楚啦吼，但是真济这个中华县的这个官民，可能迄当阵是武袂清楚的吼，迄当阵这嘛是引发着真济争议啦吼。咱即马要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中华县卫生局和台大公共卫生这个合作啦吼，即马法庭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吼？做伙来看。中华县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进行国内第一个大规模血清抗体调查计划。不过，最近因为中华县卫生局检测一个当咧居家检疫为美国返来台湾无症状的少年确诊，意外引起违反中央有症状才会当采检的政策。中华县卫生局嘛去互警方调查，因为时机真敏感，原本规划2月公布这份血清抗体检测的其中报告，嘛临时冻点。对，所以我们是自愿去参加。行政上作业突然喊卡的话，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报告还是会出来的，但是就让我们期待吧。根据中华县府指出，23尾嘛接到台大公卫学院通知，取消血清抗体调查其中报告的记者会，不过并无说明原因，公布的日期嘛无确定。因若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忠权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正是因为行政作业未赴，才会停办说明会。因若延到当时才会公布，是还未定案。2时早起，佫敲电话予詹忠权教授，伊是无接电话。因若台大公卫学院院长张守协是讲，伊个人是真支持这个计划。不过，既然即马计划有争议，加上学术研究，拢是完成计划了后，接受中裁的审查，去互期刊接受了后，才佫公开发表。除非有紧急重要的发现，若无建议，应该要等期刊接受了后，才佫公布结果。有关这个事件，事实上已经是社会的高度关注的讨论。如果说有任何不能公布的理由，也请台大要对外清楚说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中华做的检测已经受到社会的关心，应该公布检测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侪人嘛关心讲吼，到底这个万人血清检验抗体这个部分，到底吼检验的这个部分，还是讲结果到底是安怎？但是即阵吼，延前要报告的这个时间吼，佮甲延落去啦吼，到底有啥物袂使讲的秘密？咱继续来请教署长吼，伊安尼做，到底伊是毋是有吼失觉察，还是讲失真的这个问题无？头仔王医师有特别讲哦，讲这是2项代志。头仔这个媒体吼，头仔咱咧看迄一方面是咧讲这个抗体的检查。但是做出来你看迄检查啦，你弄啦。还是这个体检嘛吼。体检这2项代志。因为吼，这个抗体检查是咧检查，讲你是不是以前有得过？这不是要检查你即马有被感染无？但是你若真讲这个体检是比做筛检，这叫做核酸检查，这是检查讲你即马是不是有被感染中，还是不是有病毒？这完全无共，所以这两大家分开开。所以公共卫生研究所吼，因即马做这个抗体的检查、抗体检查，这是要知影讲有偌济人有感染过，是不是有漏掉偌济无？这个部分大家人乐观其成。当然嘛是会使做，但是我赞成即马莫讲。像因即马出来辉哥2个业做伙，又把2项代志拢做伙，乱年啊啦。但是吼，
头前迄个去做这个核酸检查，这个就无共啊。这个要查讲你是毋是即马有感染，会使吹风，共传染互别人。就是一个是 ING 啦吼。好佳在做1400几个，干那一个尔啦。表示讲好佳在吹落水的吼，内底可能无共传染着。OK。啊，若种无吼，伊这伫检疫期间，咱啥要检疫？检疫讲因为你有接触到这个感染者，可能你有感染着。而且中间发生镜头，你有镜头，你个来检查，检查这个核酸，你若无镜头，14天了，会使自我管理啊。OK。但是你这个中间是有可能感染的时间，啊，无你要共关14天要创啊。是。第一时间你甲放出去，啊，放出去都去外口落蛇，啊，像讲咱这徐先生吼，伊这是应该是可能伊算足乖啊！伊种我要出去，我甲你报备，啊，去到病院吼，家己愈坐愈边仔去吼，足惊感染着别人的。伊当然嘛毋知家己有感染无感染，但是这是有可能感染的人，较需要检疫啦。啊，伫检疫中间你甲放出去，这个个违反这个防疫的原则。所以你感觉毋是干那死甲残尔，是大位死甲残安尼吼？这是吼，不对的。OK。这不对的事情，当然不对，叫违法，还是讲是毋是讲罪大恶极，迄另外一回事。我嘛无感觉讲因是罪大恶极，是因为因足想讲想要吹出来，就想要吹出来讲这个医学上是毋是有人伫这中间真正有感染？啊，是还是咱去甲讲他可能是真正有感染嘛？啊，毋较要甲你关14天，是啊，尾来证明无啊个好啊，还是讲你有感染，你家己有抗体啊个好啊，所以无要紧，所以这14天较重要，毋是去检查较重要。但是伊这么检查也无要紧，你按照程序来，拢保护就好个哦。袂使讲叫家己落手，家己徛倒摆啊，家己责任，那个就是不对了。我想，A 局长即嘛知影，这个部分哦，唔对啊。虽然伊可能有要求爱安尼做，但是下骹的人无可能安尼做，就造成危害。伊若总讲是14天了，开去家己做口腔的，还是比咧，这个看有，这还可以。因为你个按照规定14天啊嘛，啊有可能做袂出来，还是讲若做出来。做出嘛袂使随后边讲呢，因为做出来有可能是病毒的形体，袂会尸体啦。讲检查出来阳性，但是没有活动性的病毒，还是不会传染给人家啦。是啦哈。啊，所以这伊即摆上早去做，伫检疫期间去做，这个违背这14天，这若讲起来吼，警察局是爱甲抓来抓起来，就甲你罚款50万多少这你毋知？所以这个卫生局非常热心想要做。热心哦，唔通讲精准哦。OK， 非常热心想要做，加做一寡啦吼。我会知讲了解，但是吼，国民党还是讲有一寡人吼，这内心是想讲，哇，哪一做找出一个，表示讲你这个是，就是讲社区真侪恶数啦吼。可是你可能是毋是要掩盖啊？说讲就这毋是，这个咱知影讲安尼做吼，1400个查这袂好啦，所以应该吼，而且吼，唔但袂好尔。这我看来最后来看个，在这陈世忠有讲啊，讲你若准讲吼，安尼用一个吼敏感度叫特异度，毋是100%，当然无可能有这种检查100%，你会产生问题。啊，当然用95%，人讲爱像95%，说我这也95%，甚至到敏感度特异度拢99%拢用出来，到敏感度特异度吼已经到99%哦，你嘛是要什么要40个假阳性出来呢 ？OK， 所以安尼。2300我讲这是4000个人尔呢，做4000个人尔吼，因为99%的退度，所以你有40个人是假阳性。做4000个，你个40个，40个假人拢去查讲，就是伊是阳性嘛，你唔知伊假阳性嘛？你要去查讲伊接触什么人，啊，你爱甲关入迄个负压隔离病房，这样安尼坦白讲哦，这成本伤济啦。所以陈时中部长又出来特别讲一点，吼啊，咱讲这个感染。了做的两个算研究，我讲算研究，一个就是伫检疫中去讲做这个核酸，这不应该，这是不对的。但是那阵讲伊14天了，较做还可以接受。另外就是抗体的，这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在做这抗体，这个我们是乐观其成。啊，他现在没有公布，是最后还是公布了哈。啊，我们也乐观其成，了解整个变化。虽然我用。偷偷想，我药嘛检查无几个啦，无几个啦吼。因为咱吼台湾出去外国旅行，去讲检查出来吼，4万个内底较找出三个几个尔啦。嘿，咱来看讲吼，找出到底几个啦吼。咱来看就讲吼，伫台湾吼出境吼去外国了后确诊的这个人数啦吼，其实上早
就是伫要台湾吼。登去到日本，这个留学生啦吼，伊伫机场采检是阳性啦吼，无镜头的这个感染者，但是大家知影吗？伊第二届采检的时阵吼，自费去采检是阴性哦。另外7月27的时阵，一个泰国移工吼，登去到泰国的时阵，隔离采检是阳性啦吼，但是其实尾也搁去采检，哦，这个伊的这个女朋友是阴性吼，嘛是这个阴性，两个拢阴性啦吼，啊，搁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工程师登去日本吼，啊，伊当阵采检嘛是阳性啦吼。这个无镜头的感染者，另外就是讲台湾这个查某去这个香港，吼隔离期间去用逃走，但是大家知影吗？伊第一届采检的时阵是阴性，哦，伫咧隔离期间了后，吼有人讲伊逃走出去啊，再去香港去用画到。所以你要讲啥？你要讲咱台湾出去的拢是确诊的吗？其实爱拍一个吼大问号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咱头多4万个出境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采检看这个0.008啦吼，这个%啦吼，所以看起来咱这个体检率吼啊，从体检出来是确诊的，真正是非常的少啦吼。继续请教洪医师吼，安尼来看这个数字咧，咱台湾真正是有乌数吗？是，我是感觉吼，台湾是足清气的啦。我足侪患者即届这新闻风波吼，开始困袂去，喙红拢规个滴起来啦吼，足烦恼安尼。其实我会相信，我较相信台大李秉医师讲的啦。OK， 嘿。你若是有病毒无症状伫迄个社区中吼，但是真正有足侪人吼，你早就已经病，早就足侪有症状的人会走出来，早就医疗都应付袂来啊啦。是，所以我是相信台湾即马几乎没有病毒，袂使讲较算绝对，但几乎没有病毒是就安全就安全吼。啊，当然吼，我会当分两个方面来讲吼，就是讲。台湾就安全就清气吼，大家是足欢喜的啦吼。但是以学者啊是讲以生计的因的讨论吼，嘿，其实这是变作是台湾缺乏研究资料。OK， 台湾缺乏研究资料，缺乏研究资料，缺乏病毒，缺乏人群去做一个研究，去做一个发展，不管是药物、疫苗吼。你讲对生技产业来讲啦吼，是啊。这个生技产业其实，你讲那是台湾能够做得很好，其实伊就变作是一个台湾就好的一个不管讲曝光啦，也是讲日后大家拢讲台湾 can help 嘛，进前大家拢是用口罩嘛，防护衣这个台湾 can help， 台湾会当斗相共吼。但是其实吼，为阮医师来讲，台湾会当斗相共是上重要的，就是你爱做病毒学研究，你爱比国际更较。做较进前，嘿，做较进前，搁做较完整，吼，像即马阮原知影嘛，德国病毒学甲做出来，8天发病8天了，8天了，伊的病毒就无啥物传染性啦。OK， 伊就袂拖互别人啊，所以进前迄个台商金巴黎迄73天互人关，迄是足冤枉的啦。哦，迄8天就无传染性啦，好早就会当出来。好，啊，这是测会到啦。这是阮即马才知影嘛，阮了后才知影。啊，若是迄报告是阮台湾做出来。安尼就真正台湾 can help。OK。吼，啊，所以今摆的这案例吼，看到台湾其实是足清气啦。迄足济吼，迄个讲到就是讲吼，阮做的检测叫 PCR 啦，吼，核酸检测伊是甲迄个基因片段做放大。吼，啊，所以各个国家伊的标准无共。吼，阮的要求是讲，你爱放大迄个讯号有够大，你30几周期的时阵，你就要出来互我看到，我才认为你是阳性。啊，有的国家就讲，我40几届，迄很像杂讯的东西，我也把它当作阳性，我不可以放过错杀。好啊，你要给我留下来验第2次，好验第2届。啊，所以变做是这是不同国家伊的标准无共啊。是。好，啊，过来就是我头讲过，伊迄8天了拢是病毒的尸体啦。哦，迄是病毒尸体，迄无传染性啊。你金巴黎阮70几天嘛是讲验到有病毒啊，迄是病毒排出时啊，迄也毋是讲有感染性啊。代表讲，阮台湾其实是足安全、足清气的，大家是免惊吓。OK， 然后台湾是真清气啦吼，所以咱嘛咧讨论讲，到底台湾爱进行这个体检吼，入境爱普遍来体检无，这嘛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吼。咱看本地是一个健康的议题，到最后是一个政治的问题，然后但是咱头拄已经讲过啊，这个国民党主席吼，就是讲吼啊，这场真正有伤到民进党的呼吁，这个党的这个公职人员吼，真正爱落去甲这个叶局长吼，甲伊赞声一个，但是这个赞声敢真正是吼有得到这个国民党来这个肯定无？咱嘛看到无啦吼，其实这个侯友宜也好啦吼，啊个有这个苗栗馆。这个馆长吼，拢发表这个因的看法啦吼，所以咱继续来去看讲吼，真济这个首长已经吼，甲这个咱讲江启臣任命啊吼，先做来看。
入境的时间是要针对所有旅客来普遍体检。最近正做外界争论的议题，有专家认为讲，外籍人士的生活习惯甲台湾人无同，破病的时阵无一定去医生看，无关系讲挂嘴炎，嘛不伫咧上飞机进前感染武汉肺炎，佮加上潜伏期8天，就算讲居家检疫14天，也是有可能会带病毒拍走，变做防疫的空棒。嘛建议讲检疫期满爱佮自费体检一届。所以他在台湾第7天发病，可是完全没症状，那他可以传染10天，所以他在第14天就出去了，他至少还有4、5天的传染期啊。另外有媒体报道，中国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佮出现一个对台湾入境的确诊病例，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上海的通知，也佮伫咧了解当中。中国大陆这边还未告知我们这个讯息，那我们当然会在已经直接联络上这个陆方，但是他们还没有提供我们这个详细的个资。若是中华关卫生局大主大意采检无症状的居家检疫者，政府单位第1阶段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包括民众就医、甲病院通报流程等等。第2阶段针对卫生局执行的部分来进行调查，需要5天的时间。指挥官陈时中会搁找1天来甲社会大众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针对这个入境体检这个部分吼，咱嘛做一张图表吼，继续来去带大家来看啦吼。这个单手虚啦吼，就是咱过去嘛来上过节目的这个教授吼，伊讲啥咧？这个血清抗体体检吼有帮助这个疫苗发展吼。这是讲头拄咱讲万人血清这个检验这个部分吼。啊，尖端管吼是讲吼对疾病也无够了解啦吼，所以这咧开会唔是安尼就会当讨论出来结果吼，爱实际去调查。其实咱头拄这个卫生署长吼，咱头拄涂署长吼嘛讲过啊，这是欢喜来看待这件代志啦吼。但是咱要看到讲吼，真正若是讲入境体检这个议题，已经唔是健康的议题，已经变政治的议题。尤其爱讲拿赢14个这个执政的这个县市哦，啊全国这基层公务人员拢会当希望指挥中心安尼来去做，敢真正有影啦吼。啊过去咱嘛看到讲吼，好比像吼，这是中央院生医所这个检验研究员，伊安尼讲吼，一个卫生局长吼，加做一寡这个试验嘛吼，嘛合乎着讲公共卫生的这个超数这个部分，甲评估的这个原则。但是咱即阵讲的是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咱也个是咧武汉肺炎疫情中间吼，敢真正会使安尼去做啦吼。另外，咱嘛看讲反对普筛这个意见是啥？真正咱头拄已讲过，成本伤悬啦吼。啊，台湾其实吼已经100多天无本土的这个案例。普遍来去体检有这个伪阳性这个问题吼，会造成人的这个惊吓吼。另外，林正义是前医师啦吼，这个医师啦吼嘛是立委啦吼，伊讲吼，这个体检每次咱嘛看到讲，韩国也好，纽西兰也好，真正这个本地吼体检做了真好的这个部分，但是因尾也可能摕到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了后，就出去拍走啊吼，这个部分。啊，吴心大咧，伊是讲吼，台湾过去已经有SARS的经验，中央甲地方吼无共调啦，无共款的这个声音。真正造成真正的苦果啦吼，人民嘛无法度对讲到底谁遵循的较对啦吼。啊，国民党即阵杀这个14县市这个普胎，但是真济吼，首长拢去甲伊声明，咱看到这徐耀昌啦吼，另外讲这个侯友宜要甲中央做伙来拍拼吼，咱讲宜兰县长吼，伊嘛是讲吼配合防疫政策，甲守护民众安全吼，真正地方首长都无认同国民党当中央这个看法啦吼。这点吼，我要讲这个表示做了，而且入境普筛，唔是哦。陈秀熙交詹成全，唔是咧讲入境普筛，是，伊这是咧讲社区内底抗体，抗体唔是咧普筛。是啦，这两边应该是这个分开来看啦吼。啊，因尾也即讲话是着，这个入境普筛是要讲，甲有可能感染的人爱找出来，惊互传染互别人。啊，若真讲陈秀熙、詹成全。交好，像你讲是咧讲，唔知有啥物人丢过，但是即摆已经未传落人啊。是，啊，你是要知影一个安尼尔，这无讲哦。有影，来继续请医师。我嘛是要回应署长吼，讲了足对的吼。其实入境普筛，阮卖个甲迄个甲抗体的迄个血清调查，也是讲采检，拢人做伙讲啦。其实入境普筛是。大部分大家医师吼也是讲学者是反对，因为安怎？你入境迄个时间点就伫潜伏期嘛，你若是感染的人，你伫潜伏期你验袂出来，你敢会当讲伊是安全的 ？OK， 吼，你若是入境的普筛，无法度改变阮今卖防疫政策，阮今卖就简单14+7嘛。你若是入境普筛没有办法改变。啊，你这是浪费钱。OK， 浪费钱哈。有症状再来处理就好了。好，阮今仔做法就简单嘛。我头讲吼，最严重就是12天的潜伏期嘛。OK， 好，大部分都是7天、6天、7天、8天，啊，再加上8天或10天，阮讲的病毒活跃期。好，
这10天了是完全几乎都安全啦，因为阮病毒学研究一个人出来嘛，所以你若是最夸张12天加10天了是22天啦，好22这是极端哦，啊你卖遐极端，其实阮的14+4 21天已经完全包含了这个有可能的群众，阮拢会抓会出来，是，嘿，阮拢抓会出来啊，所以其实。虽然讲台湾这个做了就好的啦吼，但是14天吼，14+7这嘛是就早进前就已经先安尼做，迄个事后诸葛啦，事后回头来看，哇，完全符合阮台湾的做法。OK，我怪阮台湾才成去，就是讲入境普萨这个议题卖加万人血清啦。是，好，万人血清是就有意义的。你看进前，就是伊得过病无啦吼。纽约州吼，伊裁减3000人血清哦，结果伊。验出来13.9%拢有抗体哦 ，OK， 拢有抗体，代表讲阮真正落高到80%左右的无症状，还是讲没有被裁剪到的人群，哦，迄是伫因高风险啦，拄啊好，这研究伫阮台湾伤清气，所以做起来数据可能无啥意义，很可惜啦，哦，但是袂使讲学者要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就讲因是要支持普萨，还是要创业。所以咱来分得清楚了吼，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单手虚也好，尖端管也好，咱咧讲的是这个万人这个血清抗体检验这部分吼，就是过去伊有治过病无啦吼，所以伊抽血了后就去做检查。咱讲普胎，就是伊要入境的时阵，咱去做一寡普胎。我补充一下吼，为什么陈院长陈副院长伊安尼讲，就是讲其实阮爱知影讲得病了，阮的抗体浓度会当保护力会当维持偌久。OK， 所以阮爱去验迄个抗体的浓度的效价，再知影讲阮后盖做疫苗的时阵，阮的保护力会当几个月，还是1年2年。OK， 所以其实做这个抗体的这个检测，这我就讲台湾 can help， 就是讲爱做几寡基础医学研究。OK， 这会当帮助台湾，买当帮助全世界。过来其实一开始迄个叶彦博局长，我有问过伊啦，伊嘛是不支持普筛哦。OK， 所以变做讲。政治口水，人做会啦，人做会变成一些学者啊，是讲局长因拢支持普筛，所以阮拢反对因，唔是安尼啦。但是我继续请教咱柯大兄啦吼，就是讲这个万人血清这个检测啦吼，伊安怎通知你的？通知你有这个适合查的所在无？这个我当然听到所长甲医生咧讲啦吼，当然我会怀疑啦，讲今仔这个物件来较好。伊为虾米唔是伫我14天以后就甲检查 ？OK， 会拖到较晚着。当然讲我是毋是伊有生理的问题？过来，伊甲我抽血。你若要看讲我的病毒会活偌久，应该是要甲我持续追踪嘛。毋是甲我抽一遍就好嘛。OK， 对不对？但是你会抽伤济过我先简单回应一下，因为其实阮感染了要产生抗体爱一段时间，14天到20天左右。一开始先有 IgM 了是 IgG，所以你一开始验抗体无法度验到，所以只好等你迄个时间。过一段时间过。过一段时间才有法度做研究。OK。我们当然是尾也是摕到资源，较大家做伙做的啦。唔是讲大家拢照迄时。但是尾也够验另外一项哦，C 型肝炎。所以伊伫咧甲我做的同时，就甲我讲，无你有想煞甲我做一个迄个C型肝炎嘛？这有适合查的所在无？因为伊张通知书原点无写，伊伫现场甲我问，咱一般来去到卫生所啊，当然是讲无想煞做啊。OK， 所以这就是讲，这个规个过程是好事，但是伊咧处理的过程就互民众误解。OK， 我是认为讲，今仔。所以有这个瑕疵的问题，代表什么？代表讲，咱这个中央的政策甲地区的政策无共调啦。是啦。无共调，你讲在护士人员、在警察人员，伊要安处理？都无法度处理情形之下，变做讲咱老百姓都危险嘛。是。这个是像部队常讲的，民心若乱，你防疫就失败嘛。是啦。像我一个例，我一个同事，伊去到越南。伊嘛去互包车专机带去互即个防疫旅馆。OK。第2天就甲验啊。14天，第14天甲验，2项拢是阴性，才放伊出来。无，我嘛足支持讲，来讲这种方法，伊来第3天来我厝里甲我验。我无反对哦，我支持哦。是。甚至讲第14天我甲我验，我嘛赞成。但是伊都甲我讲叫我互我出去。所以伊若认为讲我无传染，为什么甲我验 ？OK。你讲我的传染，都要来搞检对啊，那叫我改出去。所以讲，
这个执行的过程是足大的问题，啊，加在我是无代志的。啊，都1470个，才验一个。OK。哦，啊，那颁布呢，像因讲的讲，哦，足悬的情形之下，我中法官不是要封起来。是。哦，这就是讲，咱这执行的过程内底，可能伊这官府的指挥啦，吼，因对跩。都爱搁较加强啦。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体检的问题有牵涉到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咱即阵有较新的这个政策，就是讲吼，真正若是入境的，也是讲较正的这个接受的这个部分吼，徛家隔离先14天吼，才互你自费，然后家己决定讲你要开这7000块还是袂啦吼。另外，咱看到台湾目前的疫情吼，差不多487人吼，真济日才会增加吼，啊，即阵也是维持着这个无啊，咱讲吼，一个南山的这个境外移入的这个部分，美国咧。有几个州是免钱的吼，做普胎嘅部分吼，但是咱讲普胎有当时啊吼，你拢集中到迄个所在去，颠倒是风险侪的这个所在啦吼。另外，目前确诊嘛是581万人吼。啊，韩国过去咱嘛讲，哇，因迄个 drive through 吼，得来速做甲真好，做甲真好，但是咱看。最近目前吼又搁开始憋疫情起来吼，第2波、第3波拢甲再出来。啊，冰岛咧因是人口较少吼，随机来去做长样人民的这个普胎啦吼，境外移入嘛去做普胎。其实伊嘛搁有分2站啦吼，你会当去决定。你若讲14天吼，你准假哦，这个隔离你就毋免去体检，啊是讲吼，你要去停留伫咧机场内去吼去做一寡体检，5至7天，啊尾啊，这个 PCR 做出来无代志，你才会当入境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即阵吼确诊的人数嘛是要有2000人吼，普胎使用这个部分哦是爆发着大规模社区感染，无法度找出着感染源头啦吼。咱继续来请教署长啦吼，这个台湾即阵的做法，安尼 OK 无？14天继续14天，你若是要开钱，你家己开钱啦吼。不，这实在是吼，这14天吼，即马愈来愈侪研究，感觉这是迄落，因为咱平均是潜伏期是5.2天，那了个9天以来吼。要病毒，9天了，几乎拢无会当传染互人的病毒啊！吼，所以吼，这个做法吼是成功的。啊，伫咱台湾遮少感染，你有感染也，咱台湾有健保哦，随时会使去病院，所以无问题。啊，所以嘛是足少的。啊，咱出国的人看起嘛检查出来足少的，所以表示咱这社区是真少，表示咱这个方法是成功的。啊，所以这个成功吼，咱个去保持安尼，啊，咱收7000块啦吼，收啊无共啦，咱都较贵一点嘛吼，因为咱即马无家己做的，咱共买。第二，咱做出来阳性，只是假阳性哦，你嘛爱甲隔离，爱甲做出来，像美国讲啊，你等于处理。你做了，你就会当拍照啦。无你等于处理，啊，若有病较当较来较讲安尼，毋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咱的成本当然有较济。啊，咱吼，即使成本济少不管。咱嘛是尽量爱留好需要的时阵用，咱袂使安尼直直甲用了，像这边吼，韩国伊本来伫高雄讲要甲所有的医护人员做筛检，好，但是医护人员毋是讲感谢多谢谢谢，讲毋通哦，毋通啦吼，对，因为吼，迄上面人咧做嘛是阮咧做的，阮做袂用的安尼，所以吼，这个部分咱即马台湾做到即马是so far so good，so袂歹啊，啊，应该是照安尼做，啊，大家去按照这个。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吼，安尼来做，我感觉讲安尼个拄啊好啦。拄啊好啦。咱的对象是病毒，唔通想讲江启臣讲，我们要打到民进党，咱即摆其实打病毒，他变成讲打到民进党啦。OK。我打到民进党，这句话我听了起来。就没，因为防疫时阵是不分男女，不分朝野，大家要一起来的。唔通讲只干咱想讲要找什么战略信息，看他跟你讲一下吼。如果若要讲也不要紧，你拜托去找一寡吼。公共卫生学者啦，还是迄个传染病医师。莫讲你不会家己搭来搭去吼。就莫迄唔通出来。拜托政客拢尽量闭嘴。OK，咱继续请洪医师啦吼。我头讲过吼，阮即届吼是算讲事后诸葛啦。吼，病毒学研究了出来，结果阮14+7是就完美啦。Perfect， 吼，即马就变做一个天平啦。为虾米韩国吼即马搁开始失败吼 ？OK，就是你若是要考虑掉人群的流动性，吼，你若是要互人较方便一寡，你卖14天，你要想要7天，还是想要5天、3天？吼，啊你安尼做，你的结果你会绕高偌济人 ？OK， 最近阮拄啊好讨论群组看到一个英国研究出来吼，7天隔离后筛检，加14天隔离，病毒上济，两个做法吼，14天隔离会当掠出99%。OK， 几乎都抓到，这就是阮台湾的做法。吼，啊你若是要7天，啊用筛检，就放出去，就放出去。其实嘛是袂歹哦，94%。OK， 94%嘛会当拢掠着，但是你即马就会想讲，啊，
若是绕高出去迄6%，啊，一个拖几个？一个拖3个，啊，是毋是嘛是社区的感染？啊，社区感染了有一个风险，大家民心的浮动不安全，你的物资的浪费，你的物资浪费是毋是结果比你14天搁颠倒浪费就侪？就是讲你要减少迄个时间，缩短迄个时间，颠倒是造成一个社区。你想要互人方便，互人国际旅客、商务旅客较方便，7天就要甲放出去去检验吼，啊，所以这就变成滚动式调整，就是你会当用足侪学理的证据来慢慢去调整。台湾的14假期也不是一开始这样，也是有调整啊嘛，是调整过啊吼。因为阮了知影讲啊，潜伏期毋是敢5天尔呢。极端情况嘛有12天的，是，啊，所以阮才调整甲假期的，啊，其实台湾是做了足好的啊，就是讲这毋是绝对的啊，所以为什么一寡学者2月、3月、4月迄个时阵，这报告拢还没出来，迄阵拢还没出来，为什么那些医师，像署长那些学者就好，因就想要去多了解这个病毒，啊，想要去做这个代志，但是我嘛只爱讲转来，我头听徐大哥安尼讲，真正迄个流程的瑕疵甲。互人民的、县民的迄个安全感吼，迄爱做要较好啦。是啦，才敢安尼做啦。本地会当是一件好代志吼，变做是可能有细较差这个部分。其实头洪医师嘛讲到，韩国这个例啦吼，若是要甲缩短时间，可能伊的这个病例数都继续去升悬吼。其实吼，这个死亡人数是309例啦吼，啊，其实致死率是1.78吼，但是咱看是安怎会爆发到第2波疫情，无这个致死率，也是讲吼，这会当更较下降吼。其实这个韩国最近嘛，搁一个新的这个命令出来吼，伊讲吼，10个人以上，你别来要集会聚会都袂使啦吼。咱台湾敢真正为着要缩短时间，搁限制着人民这个空间吼，这是大家去思考的。啊，美国犹原是即阵吼，病例数上悬吼，致死率嘛有3.09%啦吼。其实咱嘛搁讨论到。入境这个部分吼，尤其对咱台商来讲，真正是一个大问题啦吼。过去真正咱讲吼，台湾是出口，也是讲进口真大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真正感觉缩短这个时间去换这个，咱讲对商务人士也好，啊对因较利便，但是可能对咱社区真正造成危害的。这个问题出伫讲，咱今仔徛的是个人的企业，也是看伫这台湾这防疫社会啦吼。开始我个人企业，我当然是讲3天验就放我出来，上好啦。经验啦吼，经验啦。是。啊，第二呢，咱若对转外口要转来哦，国外毋是讲咱台湾人哦，是讲做生意的人，互伊3天进来啊，都验一下无代志，生意公了，伊就要走啊。是。对伊来讲，伊足方便的啊。但是问题出伫讲，伊照即马司长甲医生讲的，你是14天上安全啦。我转来讲越南迄个例嘛。我的干部要登去越南，即马就爱申请专机。OK。过来就爱14天的隔离。等于28天尔吼。过来是验着，伊也验2遍哦。OK。第2天就验1遍啦。14天验出来无代志，才互你走。OK。我讲因越南的当地啦，大家讲啊，越南这个足好的，其实伊是强制隔离啦。你因越南人当地有一个村啦吼。大概是咱这个乡镇的大30个条啦。规方规个方1个月啦。啊，1个月了，搁看卖个啊，无办法烧啊。OK。再帮你说。咱干咩安尼？是。我今仔我徛伫我的地，我希望你3天互我入来，我今仔等于越南都3天就好啊。真利便嘛。生意做，但是你这个问题感觉解决，这个风险想要大。是。过来。我咧讲，这个中法官这个做法有一个问题，你做成功你这中央有问题，做了有闹交。这个议题今仔我要等于越南，我用包机，伊1个月才有一只包机，才300个人。你敢知9月份登机要等越南的8月哦？偌侪人，1000多人呢。这300个名额。OK。我即摆办到10月啦。是。生意要怎做？所以咱讲，咱这个防疫。咱都要家己做好，是，互人来肯定人，啊，咱才有机会去甲人讲，啊，无你互我包机，互我缩短时间，对。所以我是反对破塞，但是我是赞成讲，你要检验，你都要做甲讲吼，针对这个项目是做好。第2、第3，就讲唔通骗咱一般人啦。你用骗的，你惊讲人反对，你发这个公文。感觉讲是政府要甲人做的，结果是你家己要做。OK。你甲我讲要裁剪，听起是中央要做的，结果是你要甲我做。这就是讲伊这个操作的过程，
互人怀疑讲伊是毋是有私心。OK。哦，我以为讲这点人骗啦，因为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会惊，小可代志拢会惊到。是。所以这种代志，我是建议讲吼，要做就做规套，防护好。哦，你就搞处理，搞验，搞载。是。哦，安尼就无代志，因为中央嘛有讲过嘛。你要做会使，但是规套要做好嘛。但一般人唔知规套的定义是啥物啦。所以我是建议讲吼，真正若要做，搁一遍，若要搁做，不要紧，我嘛支持。是啦。但是你规套要做好。有影。哦。就是讲吼，这个徛家隔离的期间吼，若是讲中央真正有这个部分去规定啊，咱就先遵循吼。但是你若要加做一寡，一通电话先靠中央，靠 CDC 嘛吼，这个部分啊吼。另外，因为这个议题啦吼，所以真侪人佫讨论到咱头讲的这个入境检疫这个问题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咱的这个数字吼，会当吼100万人确诊的人数才20个啦吼，会当控制这尔好。唔好搁去吼，咱已经是头名，搁要去学人迄个防疫吼，真正失败的国家去做一寡这个体检的这个部分啦吼。咱看这个冰岛，头拄已经讲过，入境做第一摆这个检疫吼，5到6天吼做第二摆检疫吼。啊，若是无要体检的，你直接隔离14天。其实咱嘛是有安尼做，但是伊互伊做选择啦。但是咱其实强制，咱头拄讲着，你家己若是吼14天检疫了。你感觉你家己有问题，才去做这个家己开钱的7000块啦吼。啊，日本的这个部分，咱嘛讲吼，日本疫情拖了较严重，啊是特定的地区吼入境才需要隔离14天。啊，其实境外移入嘛也阁真济啦吼。啊，韩国咱头拄讲着，特定的地区啊，交互这个检测的报告，隔离14天期间吼，爱3摆这个检测，伊嘛是继续遵循这个隔离14天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看到纽西兰同款啦吼，嘛是隔离14天，啊有做2摆检测。泰国咧，这个部分是除了这个菲律宾入境以外吼，其他国家嘛是隔离14天有镜头再来做采检吼。所以这回中华县政府会引起到讨论，就是讲无镜头你嘛拢掠去啦吼。所以咱来看讲，咱的这个检测啊，每100万人才20个确诊，啊，咱讲隔离14天的这个政策也是有效。继续请署长。是，大家拢嘛想讲，若准。卖吼，整理遐久，要上好啦。是啊。啊，最好是检查，啊，若无我开紧处理，开紧好。但是大家嘛知影讲，这个检查毋是拢总100%敏感度，对。啊嘛毋是100%有特异性，所以有假阴性有假阳性，所以造成的困难吼，比迄个搁较歹。所以即摆暂时14天是好的。当然，即摆未来有啥物方法会当尽量该缩短。OK。家己检查了开始入来，迄是一种诶。啊是讲咱会当交换检疫，比如你伫我遮检查，啊你伫遐检查，啊咱会当交换。你伫遐个用检查啊6日内底也无啥代志，有做隔离，你来照我你检一点嘛。这个会使开始来思考这无毋对。啊，迄个算成你较低国家入来，像讲这个菲律宾入来，大家拢要甲检查，啊但是剩咧伊个无啊，这叫做特定地区的入境才有比较长，啊那较轻呢，啊个较少工，这个可以开始来思考了。但是吼，袂使像法即嘛安尼做吼。啊，未来若种有即个抗原，意思讲毋是用即个核酸吼，即嘛上紧的，我爱几啊点钟啦吼。啊，若种尾啊到40分钟，若种用抗原，迄个紧啊，迄个15分钟以内去做，啊那安尼就能够比较机场就可以比较普筛。但是因为个小港嘛是有。毋是100%的敏感度跟特异度，所以用这边来做，目前也无好，我是14天上好。OK 啦，14天几乎都是没有问题，几乎都是没有问题。因头讲11天、12天迄个拢无啊嘛。啊有啦，有个人潜入去遐久，迄足少的，迄话足少。啊，咱台湾了有一个好处，咱台湾的医师吼，规个训练拢足好的。啊，若种有发烧，咱会当较紧甲检查，早期发现。啊，所以医师这点足重要的。啊，咱可当安心。互医师去处理，啊，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个像即马安尼，戴口罩啦、洗手啦，吼，安尼，互即个咱叫做公共卫生所造成的群体免疫力会当到90几%，啊，所以你拢传袂着安尼就好啊。所以这个第一线医生嘛真重要吼，采量看好你。首长他有讲迄个检验能不能再进一步？阮公园有一个叫易开罐啦，也当互迄个检验 PCR 时间吼，为本来4点钟、6点钟。变做会当1点钟吼，几十分就甲做出来。鸦片嘛做一个迄个快速的吼，啊，迄国外拢较贵。啊，若是迄个快筛，进前拢快筛，迄是个抗体啦，吼，抽血抗体血清吼，迄就无法度做阮入境筛检啦，迄是日后研究吼，他讲过吼，因为我们验病毒一定是 PCR，吼，所以无法度快筛，吼。啊，我还是要说回来，重点就是讲，阮即个议题吼，袂使讲政治的部分啦，阮莫混做伙啊。
快普筛啊，甲即个抗体血清好的代志吼，伊个学术研究，甲一开始无症状裁剪，迄拢是分开的，吼。因为我确定有问过叶局长，伊是不同意。我不同意普筛，哦，伊无被支持迄款的，伊是认同中央的做法，伊其实是站在一个。嘛讲吼100%支持中央啦吼。是，我的意见是。所以咱看到吼，自这回这个案件，本地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啦吼，但是去互其他的这个党派吼，去互插起来变做是一个政治议题，其实这个物件拢已经失真去啊吼。咱嘛是希望讲吼，其实咱地方政府有要哦做较好。加做一寡，咱嘛要甲肯定吼，但是真正若是有这个微差的这个部分、细节差这个部分，你真正就是第一时间要来做承认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嘛再会，拜拜，感谢。所以咱台检吼，有啦，伊的这个理想是好的啦。